首先，恭喜晒攞到鎖匙嘅戶主們，依家長東村已經開始陸續收樓，係時候你要規劃一下屋企想點整啦。未諗到唔緊要，我哋有好多實用案例俾你。今次為大家展示呢個235尺原跡清水樓，設計師改動後變2房1廳，兼且2間房都有充足光線入房。過道凹位做埋電腦台，廚房、廁所都做晒櫃，擺嘢儲物真係 easy job。做家私記得搵我哋 ，WhatsApp 免費報價，電話69292939。